一幕幕嘅畫面記錄住愛與行動。Mrs. B 脊柱側彎兒童援助計劃已經為超過400名兒童帶嚟希望。今晚我哋匯聚一堂，只為讓更多細路可以挺直成長。大家準備好未啊？鏡頭同我哋一齊即刻重溫慈善晚宴嘅愛心時刻啦！哇，簽到版變咗人氣打卡位，我哋老闆忙到似人體背景板。主持人宣布晚宴正式開始，我哋用掌聲感謝每一位同行者。台上有教授同患者分享經歷，台下有愛心傳遞。多謝各位善長仁翁嘅支持同付出。轉個頭，晚宴另一個焦點出現，唔單止有歌星助陣，仲有街舞、catwalk、唱歌輪番上陣，氣氛爆棚啊！最後嘅驚喜抽獎時刻嚟啦，個個有獎攞，睇下大家排隊領獎嘅笑容，就知今晚係滿載而歸，皆大歡喜。衷心感謝每一位善心人士、義工團隊同埋贊助夥伴，讓今晚變得更有意義。晚宴有期，愛心無界，我哋下次再見。